5個超實用心理學技巧，想別人答應你，提供選擇比直接發問更有效。例如，今個星期想請你食飯，你星期3定星期5方便，會比你有冇空食飯更容易得到答應。想知道對方更多秘密？當佢答完問題後，唔好急住接話，保持幾秒沉默，加埋眼神接觸，好多人會忍唔住繼續講落去。自信其中一個秘密，當你行入一個房間時，先假設裡面嘅人都對你有好感，你嘅氣場會即刻唔同。想提高說服力，最好對方坐低，而你企喺度。心理上，人會更容易相信站立者。想快速拉近距離感，適當提起共同認識嘅朋友，熟悉感會令人自然放低戒心。仲有一點，如果有人被你吸引，佢同你講嘢時，眼神通常會特別有光，